每个女生都期待一场童话般的婚礼，期待着有朝一日嫁给心中的白马王子。那应该是此生最幸福、最开心的一刻了。在最合适的时间，将自己的一生都交付给那个对的人，从此过上美满甜蜜而又幸福的生活。快点快点！要是耽误了吉时，董事长怪罪下来可就完了。不过，替别人结婚这种事儿就没那么美满甜蜜和幸福了。新娘到了，赶紧准备。好的。更可悲的是，我连自己的新郎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还新郎呢，结婚照都没有，干脆婚礼也别来得了。啊，新郎还没找到啊？继续找，继续找。什么？新郎还没来啊？那我是不是不用结婚了？哎，别！温董事长可说了，这仪式照常进行啊，这场面就靠新娘子你撑着了。新郎不在，场子我来撑啊！你也太欺负人了吧！这婚我不结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可别在这耍大小姐脾气啊！袁家为了你能嫁到温家，可是费了不少的劲。你这次要是搞砸了，整个袁家都要跟着遭殃。赶紧进去吧，是耽误了吉时，咱们袁家可担当不起啊！好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大小姐脾气。走。哎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我们的新娘袁思雅闪亮登场。这个就是投资宣传的天才正义，这新娘啊，温董事长这是什么呀？人才双收啊！怎么，潘温家知道我是冒牌货才跑的？哎呦，你这就当是为我，为了咱们袁家，老实点，把这场仪式完成吧。为了你？朋友们，非常抱歉，由于我们的新郎有重要会议，不能亲自到场。不过没关系，下面有请我们的新娘为大家敬酒，表示歉意。确实是非常遗憾。猜句两个钟嘛？左转自走，地龙倒拐。左转自走，地龙倒拐，是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当我是开出租车的。哎呀，是师傅，不是那个师傅，你好好品一下嘛。品什么呀？哎，我说你是不是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？光天化日之下抢车，你是不是？你个车！好啊，跟你说了2句话，还说出一个共犯。你干嘛呢？报答你啊！是不是我帮你把车收回来，你就能原谅我啊？没给钱对吧？等，站住，把钱给我！来，25。天才少爷，投资权还是田径权呢？哎，师傅，这下你可以不计前嫌了吧？
还挺帅啊，应该不像是坏人。你看啊，这车我也帮你抢回来了，要不然这样，我给你钱行不行？就当是这段路程的车费，好吗？你能给我多少？这你也没打表啊，钱的事情我们再商量一下，行不行啊？你看我这车像是能打表的样子。100块，再多你自己要下车的。师傅啊，你看你要不好人做到底，直接给我送到市里去吧，顺便的事儿哈。好人一生平安。姐，你到底在哪？我现在可是被你害惨了。过来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不是吧？得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俘获我这个天才姐姐的心呢？怎么说呢？他姓温，年纪比我大很多，长得也不算帅，可在我心里，任何人都比不上他。姐，你不会喜欢上个老男人吧？哎，你们俩发展到什么地步啦？有没有？喂，想什么呢？他很尊重我的，好吧？咦，不会是那方面不行吧？说什么呢？别瞎说。到了。喂，到了。我说到了。哥哥，求求你，我真的是遇到坏人了才迫不得已抢车的。你干嘛呢？报答你啊！是不是我帮你把车追回来，你就能原谅我啊？怎么了？你被夫人劫走还好吗？确切的说，应该是我劫的她。还真有您的。不过婚礼现场被夫人搅得天翻地覆，董事长都大发雷霆了。是啊，人生只有一次，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呢？我要为了自己而活。文君，我也好想大闹一场。啊？可是老板，夫人逃婚还是可以理解，可是您为什么要在婚礼当天去机场啊？她回来了。你说温良烨？您等了他这么多年，他终于肯见您了，那我这就派人去接他。不用了，我这个哥哥，你们谁都应付不了。对了，爷爷这边我会跟他解释的，先挂了。好，拜拜，老板。雪晨，你胡闹够了没有？你自己不来，你未婚妻也是我带他逃的，爷爷。怎么？这婚约你就不想履行了是吧？
本来这种老套的商业联姻，我确实很反感。不过现在，我改变主意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啊？我在哪儿？除了在温家，你还能在哪儿？师傅啊，你看你要不好人做到底，直接给我送到市里去吧。顺便的事儿，不会这么巧吧？那人居然和温家是一伙的。哎，你想去哪儿啊？回家。月月，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，在你姐还没回来之前，你先帮你姐完成婚礼。我们当时说好的是我帮她完成婚礼，我又没说要嫁到温家来。再说了，市里我怎么待得下去啊？我也不去。乖女儿，我已经派人在找了，你就在这装个几天，等你姐回来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装？我怎么装啊？我一个小城市的体育特长生，怎么装一个天才少女啊？万一被人家拆穿了，你才满意吗？就算这样，你也得待下去。拜托拜托，求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我总算知道我妈当初为什么要跟你离婚了。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爸呢？我。你可以不考虑我，但你得考虑考虑你姐姐的幸福啊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袁思雅。不要老拿我姐来威胁我。你姐姐一直都很照顾你，你就当帮她一次嘛。一次两次，这种道德绑架你俗不俗啊你？我不管，正经摆事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喂，你真走啊？温敬晨，跟姐姐形容的不太一样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我姐爱上的是他有趣的灵魂？少奶奶，查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少奶奶呀！谁是你少奶奶啊？你谁啊？鄙人温家从业15年，金牌钻石管家。那生是温家人，死是温家魂，全名张桂姨，您叫我桂姨就好了。啊，桂姨呀，桂姨你好，你好，再见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让您出去啊？哇，你们家还挺新潮的哈，搞个逃婚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搞囚禁啊！来来来，你把他叫过来，跟我聊聊，行吗？近臣说是他不对在先，您逃婚的事儿，他也不会跟您计较，而且长辈那边他也会帮您顶着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他的道歉啊，我接受了。不过我觉得温敬晨对我应该也没有什么意思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说您现在正发着烧呢，得先休息2天，好好调养调养。我没事发什么烧啊，我这身体好着呢。那个，要不然我出去跑2圈给你看看啊？还跑2圈？妈呀，田径队啊啊！那桂姨用经验告诉你，要想身材好，咱们能跑，绝不跑。我头好痛啊，你回去休息一下，我也先睡一会儿。我没事，回去吧。您晚上吃点啥？我给您做呀。哎。妈呀！我提着鞋都能跑啊！哎，你等等我！不是，哎，等我！把合同打到第9页，第8项，本项目地质灾害评估，1期、2期还有3期。等一下，又抢车。
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会议改明天。牺牲我来帮你发财，哈哈，做梦！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老天爷，要不要这么给面子啊？这路怎么走啊？这导航怎么用啊？文达市交通电台提醒您：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情报解除，行车规范，安全驾驶。滚步开炮！不会这么脏吧？开门啊！我又不是故意撞坏你的，开门啊！哎呀！怎么荒郊野岭的一个人也没有啊？老天爷，我已经够可怜了，我求求你，千万千万不要想。雨啊！怎么这样啊？说什么来什么，我这张嘴乌鸦嘴啊！什么进口车还不如国产的呢。没事的，袁月月，暴雨又怎样，撞车又怎样？你命由你不由天。我要是不来，你准备在这里待一晚上吗？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偷车跑路，年纪不大，本事倒是不小啊。谁给你的勇气做这些事的？梁静茹，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啊？你是个成年人，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情，怎么跟你家人交代？托梦，我知道你跟那个老男人是一伙的，你来找我不就是想把我送回去吗？反正我也这么倒霉了，不差这一次。哎，行，就算我欠你个人情，行了吧？赶紧回去吧，把安全带系上。
下车吧。既然你穷追不舍，那我就好好跟你谈一谈。谈什么呀？没说你，这是我和他的事，不用你插手。谢谢啊。你也该猜到，没想到你的老公这么年轻帅回气。去吧，虽然你今天救了我，可是我2次都是被你抓回来的，你我的恩怨扯平了。拜拜。等一下。这手机你拿着，哦，我不要。有事联系我。债主，100块。你现在又多欠了我1部手机。好。我找了他2天了，根本都没有消息，而且这桩婚姻还关系着我们下一次的商业合作。这合同都已经盖了章了，可关键时候人不见了。现在婚礼在即，如果再找不到人的话，我们袁家可算是完了。那你找我来是？替他。我要是坦白事实，袁家怎么办？姐姐怎么办？我要是不说，被拆穿了怎么办？说服他解除婚约。什么野男人啊！我刚才都瞎喊了些什么呀？这种阴晴不定的男人，就算姐姐再喜欢，我也不能再替他撑下去了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可是这一时半会儿的，我去哪儿给他找个野男人啊？我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喂，老板。文君，玩的呀？只有1个电话号码的手机，要你何用啊？小哥哥，不赏脸喝杯酒吗？自己挣钱买去。老板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，这里可能不太适合您的身份。傻白甜，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。他喝多了，你来酒吧接下他。喝醉了，酒吧？就他一个人啊！现在轮到你派上用场了，瞧的不好啊！再来一张。对不起啊，下次再补偿你啊。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。你
你不会说出去吧？那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啊！咦，这张好啊！好好照顾他。文君，老板，你醒了？你昨晚对我做什么了？为什么我浑身酸痛啊？准确的说，是您夫人对您做了什么？他来干嘛？师傅啊，我昨天回去之后认真的想了一下，越发觉得你是一个英俊潇洒、见义勇为的正直之人。你身上具有的品质，那是多少人都没有办法。你昨天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昨天听说你喝多了，我就过去关心了你一下。怎么你关心完我，浑身不舒服？我们还是说正事吧。你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？我要你今天就还。你说，你先答应我嘛。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那我就告诉温家，说你非礼我。你要想说就说呗。师傅，求求你了，你就行行好，你帮帮我。这件事情真的就只有你能帮我了。你以为威胁我没有用，撒娇就有用了？那我还是继续威胁你吧。什么意思啊？看看你的手机。我现在总算知道你是怎么关心我的了。我知道，你跟我那个结婚的老男人是一伙的。但是你猜猜，他要是看到这些照片，他会怎么想呢？会非常愤怒。哟，看来你还是个明白人嘛。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，我骗了那个老男人，说我在外面有男人了，然后让他跟我离婚。结果呢，他居然要见他。我去哪儿找男人啊？整个温大师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你还是我的师傅，我人生的指明灯。我不找你找谁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要我演你男人？你就帮帮我吧，你这可是在救命啊！你忍心看着我这么一个花季少女就此在婚姻的坟墓里凋零吗？你不忍心对吧？这俗话说得好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要是不救我，行，那你可得好好数数，我救了你多少回了啊？谢谢师傅，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。老板，怎么突然这么开心？野男人的事儿解决了？你看我今天像野男人吗？少奶奶，能不能不要这么鬼鬼祟祟的？好了，少奶奶，你还是不要叫我少奶奶了，我实在担不起，你叫我小圆就行了。小圆儿，像洋偶剧女主的名字。甜偶剧，谢谢啊。
哎，好的好的。啊，信陈说了，让您带人中午11点到紫薇公园啊，他在大门口等您。为什么要去公园啊？怎么不在家里谈？这啊啊？啊，你们家一直都这么奇怪吗？快，我桂姨啊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少奶奶。我从今天开始就不再是你家少奶奶了。对，你永远是我的少奶奶。你等着瞧吧。哎，我等着。我走了啊。我等。哎，拜拜。师傅，走吧。哎，这小年轻的谈个恋爱还整出这么多花样。我叫袁思雅，你叫我思雅就可以了。一会儿你可以尽量表现的亲密一点点。知道了，你呢？你叫啥呀？叫我亲爱的。严肃一点行不行啊？别开玩笑。你不都是已经认我做师傅了吗？那我不能等会儿介绍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位是我师傅吧？那你就叫我温先生。温先生，这总该猜到了吧？这么巧啊！一会儿过来的人也姓温，我看这个城市干脆别叫温大师了，可叫温家村吧。唉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竞争关系啊。竞争关系？那你还帮他抓我？唉，为了混口饭吃。我懂了，你在他手底下工作，但其实你很讨厌他，对不对？我能理解，一般员工都对老板有意见。那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我在家里一张照片都没见过。你不是说他又老又丑吗？怎么，没见过啊？算是见过吧，也算是没见过。算了，反正一会儿就见到了。对了，那我一会儿还叫你师傅吧，可以理解为爱称。随便你。还有啊，你待会儿见到他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跟他说，一定要让他和平帮我解除婚约，拜托了。你就没想着试着跟他过一段时间啊？为什么要试啊？如果他又高又帅又温柔，没有任何毛病，你也不愿意试一试？那他为什么要娶我？因为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啊。不要，不是应该先恋爱再结婚吗？乱了顺序的感情就不纯粹了。纯粹的恋爱，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吗？当然有啊，我就会让它发生。哎，干嘛？别动，不是说要演情侣吗？不演的像一点，你男人会信吗？师傅，我想上厕所。那你现在在演戏啊，你能不能专一点？啊，对不起啊。思雅，温先生，
年纪也算老点吧，可是不丑啊。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？我这样出来怎么了？跟我走啊！快走，哎，那我们的事儿到地呢？方再说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房间我也订好了，这段时间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就不要再出来了。我们说好的是我来带野男人见你，没说要跟你开房。停车！野男人？难道是他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开车很危险？袁思雅，我警告你啊，我不管你那个野男人是谁，但是你现在的做法只能让温家蒙羞。如果你再跟那个野男人胡作非为的话，我一定让你们俩死得很惨，知道吗？你不是要下车吗？下吧。那金晨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哥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人民路。等我。好。哥，他人呢？我弟弟什么时候这么在乎一个女人了？不像你性格啊。他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啊？你不觉得你应该先给你哥哥一个大大的拥抱表示欢迎吗？毕竟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。来，让哥看看，现在越来越有老板的样子了啊！不错，不错。哥，你回来我很欢迎，但是你先告诉我思雅去哪儿了。你不是最讨厌老爷子介入感情了吗？怎么，现在玩真的？你要不说，我自己去查。哎，怎么现在越长大越开不起玩笑了？在川府大道，去吧。对了，哥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去看看爷爷吧。你觉得老爷子会想见到我吗？行了，别管我的事了，回头咱哥俩一块喝一杯。你不着急吗？快走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你怎么在？你能不能有点安全意识啊？高架桥上下车，不要命了吗？哎，怎么了？可以呀这是脚啊，崴着了吗？没事没事。啊，顾姨呀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新任的师傅，是他送我回来的。你别误会啊，他是长辈。
长辈啊。师傅啊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啊。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这也没什么事了，那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啊。可是你脚崴了，我身为你的长辈，有责任留下来照顾你。你这么做我很感激啊，但是你也知道这是你老板家，怕你惹不起，我更不想连累你。你还是走吧，好。桂姨啊，麻烦送我上去一下吧。哦，这男女授受不亲。那我自己上去吧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！我看你这么走，我难受。你放我下来！这要是被看见，这就是捉奸现场，你我都得死！放我下来！你那么在乎他，干嘛那么着急离开他？如果你再跟那个野男人胡作非为的话，我一定让你们俩死得很惨。我是怕你出事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啊！哎呦，慢点！温家什么眼光？怎么会有你这样不开窍的下属啊？谢谢，谢谢。那就麻烦那位师傅了啊！师傅，好了好了，我到了，你回去吧。谢谢啊。嘛呀你？来，坐下，让我看看你的脚。我脚没事儿，休息会儿就好了。说让我看看就让我看看，来。我求求你了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万一桂姨给我打个小报告，我就更说不清楚了。你怕什么呀？我就是……今天他已经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现在告诉他，他得高兴出心脏病了吧？算了，你就是……我就是送你回趟家，他不会那么不明事理的。不明事理的人是你好吧？总之，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我是为了你好，当然，也是为了我能顺利解除婚约。慢点啊！你怎么突然回国了？还说等新公司步入正轨了，给你个惊喜呢。惊喜就不用了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但是后面的事情一定要处理好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见到月月了？是啊，你妹妹还挺有意思的。我妹妹是无辜的，我希望你不要针对她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你先答应我。这小圆也让我拦着你，你这位师傅不让你进呢，你说这家都是您的，我怎么拦你？我太难了，我。先按照他说的做吧。那您这是要打算瞒他多久啊？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趣的。有趣？那桂姨我就给你支上一招。想必您平日忙于工作，对这男女之事了解甚少啊。你知道这追女孩子最大的忌讳是什么吗？舔狗。舔狗？哎，那想当年我追我们家小萌的时候，那一开始也是极其不顺利的。后来我才发现啊，你一味的付出，一味的献殷勤，那只会让人家女孩觉得你很卑微，那就像一条狗。你会跟一条狗谈恋爱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刚才像……那简直了，得注意，得注意。哎呀，慢点儿，你慢点儿。你别扶着我了，你看我脚都好啦。哎呀，小圆儿，你就别难为我了。那人家很关心你的伤势。你说，如果你跑出去，那我饭碗都不保了，我。
怎么可能会关心我呀？因为喜欢你呀。你别开玩笑了，行不行？我身上有哪点优秀的品质值得他喜欢啊？你呀，还是太看得起我了。你说你还不信我了？来，先喝点水啊。谢谢啊。那桂姨我呀，看了太多的演偶剧啊，这个套路没跑。你们这个先婚后爱的情况，那有很多类似的案例。那比如前年热播的那个我的淘宝新娘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啊。那个谁谁谁的暖婚新妻啊，还有霸道总裁爱上我啊，不是爱上你，是爱上我的姐姐。那不都一样吗？哎，打住，我们回归正题好吗？啊，首先，他如果喜欢我的话，他是绝对不可能逃婚的。其次，他也不会那么没有节操的威胁我。威胁你啊？哎呀，算了，你就直接告诉我他到底回不回来。我真的找他有急事啊。那您这是要打算瞒他多久啊？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趣的。他就出差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上一次叫我去公园摊牌，直接在高架桥上把我轰下车。这一次干脆连家都不回了呀。忙嘛。忙？哎，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嘿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这思雅的毕业典礼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去帮她完成。他的婚礼我替他去，他的毕业典礼现在也让我去。你这出狸猫换太子到底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？除了你没办法呀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倒还挺理直气壮的你。嘘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在找了。那就报警啊！不能报警，这万一这温家告了我们袁家，遭殃的不只是我，连你姐呀，恐怕也逃脱不掉这诈骗的罪名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总比他现在生死不明的强吧？到底是现在你把公司卖给温家重要，还是你女儿的命重要呢？啊！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我相信很快就有消息了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相信你还不如靠我自己呢。全世界都不如你啦！是吧？那边。校长，请问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全班同学都会来吗？那不一定哦。你比如在外地工作的同学，那有可能抽不出空来啊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那请问您知不知道我在班上有没有和我关系比较近一点的同学啊？袁思雅同学，你这问题可是问的特别有水平哦。哦，不是，其实我想问的是，还是等毕业典礼那天问同学吧。没事了，校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不是。哎，喵，猫猫，嘿，你冷不冷啊？啊，冷不冷？老板，你干嘛不直接过去找他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距离产生美。舔狗这个词听过没有？算了，跟你说了也不知道。可是，您夫人却不知道您对她这么好啊。有逗猫的兴致都不给我打电话，他不是想解除婚约吗？哦，对了，老板，您晚上约了方总吃饭，时间快到了，走吧。诶，什么？看我，喵，喵。思雅，修哲哥，好久不见，你不是在川田市吗？你是月月啊？对啊，我说这里怎么也有一家翠玲珑呢？连锁餐厅你忘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一会儿跟我一起吃个饭吧，我正好有事想问你。好呀。这家饭店的主菜啊都特别好吃，不过今天的包房都已经排满了。没事，只要你买单，吃什么都好吃。这么多年，修哲哥还是这么体贴。怎么了？你盯着我看还跑蛋？你
跑得过我吗你？也是，我跟你一个体校生较什么劲啊？之前在我餐厅做的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辞职了？还不是因为我妈天天念叨着我去找工作，还说要找专业对口的。我一个学田径的，工作多难找啊！难不成让我去送外卖啊？我听说现在的外卖员每个月挣的可不少，以你这速度，肯定能比他们多跑2单。好歹我也是个女孩子吧？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那我前段时间给你打电话，怎么一直都没有人接啊？我手机被我爸没收了。那，你有听说你姐的事情吗？她好像结婚了。不是好像，是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那她现在在哪儿？你找她？哦，我跟她认识那么长时间，关系一直都那么铁，她结婚也不跟我说一下。那，她现在到底在哪儿？我也在找她，她在结婚前一晚逃婚了。那就是说，她的婚礼没有举行？算是举行了，也算是没举行。是我替她去的婚礼。你替她去的婚礼？嘘，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，这件事情影响很严重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！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帮你守口如瓶。所以你以你姐的身份回来了？我现在简直是度日如年，真希望能早点找到她。我帮你找。裴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不知道您宴请贵客，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这个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，这束玫瑰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。来看一下，想吃什么？点最贵的。你安排吧。还点最贵的，竟然。哎，等一下。这次合作，方总提出的条件诚意十足，他就提出一个条件，便是……你干嘛？你看人家是不是很有女人味啊？以后可不许说我汉子了。你这么娘，我真的很受不了。讨厌！我去哪儿找男人？整个温大师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你还是我的师傅，我人生的指明灯。我不找你找谁啊？师傅，这么巧啊？这位是？这是我朋友。哦，该不会是你跟我提过的野男人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好，我叫裴修哲，请问你是？哦，他也是我朋友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呢？刚才不是已经介绍了吗？你也是我朋友啊。之前你可是说我英俊潇洒，是你在文达市唯一的朋友。那不是情况所致吗？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才是唯一的？好朋友，很好的朋友，是男朋友。喂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有病啊！你没事吧？他居然在修哲哥面前，我以后要怎么解释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拔了电闸，现在小袁啊一个人在房间呢。那你让他来客厅找我。好。
袁思雅，袁思雅，你背着我都做了什么？小圆儿，你睡了吗？啊！啊，晋晨回来了，他在客厅等你呢啊！真会挑时候啊！好，哎，贵呀，哎，是不是停电了？桂姨，在吗？桂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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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开一下灯吗？是你啊！你天天给桂姨打电话催我回来，干嘛呀？当然是节约的事啊。听桂姨说你今天回来心情不是很好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没有，什么事都没有。难不成我要告诉你我被别的男人强吻了？我口渴了，去客厅喝杯水吧。啊？啊什么？你不想解约了？我想啊，我当然想啊。那走吧。对了，他有夜盲症。你就这么紧张吗？我哪里紧张了？我就是看不太清而已。你干嘛不开灯啊？我不喜欢。你是吸血鬼吗？你不喜欢？开一点点也行啊。我怕黑。我晕灯。啊！来，坐。你想什么呢？说吧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不必拘谨，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就行了。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才是唯一吗？很好的朋友。是男朋友。温先生，我实在不想再这么生活下去了。我在这里多待每一天、每一刻，甚至每一秒，我都觉得不自在。可你这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嫁个有钱有声望的人家，难道不是你希望的？谁规定的大小姐就要嫁给有钱人啊？我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，反正这不是我要的生活。你想解约呢，也没有问题。真的吗？但是我们温家丢的颜面，你打算如何赔偿？你们温家有钱有势的，怎么会跟我这种人计较啊？我一个女孩子，我都不害怕，你有什么好顾虑的，对吧100万。你这么大一个总裁跟我要钱啊？那不聊了。1万。你知道，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1万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求求你了，温先生。10万。10万对一个学生意味着什么？你懂吗？11万。怎么还多了？12万。别，10万，10万不能再多了。算了，大不了先找修哲哥借，10万就10万。不许找别人借，必须是你自己赚来的。你会读心术吗你？人呢？
10万。找姐姐。哪个荣耀？老板，不是我说你，强吻人家小姑娘，还逼着人家赔钱解约，不让人家借钱也就算了，居然还等着人家找您帮忙，您这都是什么神仙逻辑？哎，您直接告诉他您是她老公不就行了？干嘛欲擒故纵的？不靠谱的呀！不是应该先恋爱再结婚吗？乱了顺序的感情就不纯粹了。他说他想要纯粹的感情。啥？纯粹的感情？这么矫情？你懂什么的？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我温晋辰喜欢的人跟什么家族企业被迫联姻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就是要他心甘情愿的喜欢上我，然后呢，再死心塌地的跟我在一起。可是人家现在有困难都不带联系您的。哎呀，那您干嘛还同意他解约？我一定会让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喜欢上我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拿不出个10万块钱来？您居然还有心思在这儿坐以待毙？唉，我也后悔说少了，可又能怎么办呢？每次我看到他可怜的样子，我就……要我说啊，就是倒贴您的女人太多了，让您老觉得全世界的女人都应该喜欢你。我看呢，夫人就不是这样的人，要对付她，只能主动出击。你要做到让她无处可逃。我们毕业了！来，等我。哎，子牙，马上就要步入社会了，你这投资圈天才少女，以后要是有什么好的出路，记得照见我啊！必须的。答应的这么爽快，得了吧。哎，我有个事情想问你，我们最近有没有联系啊？没有吧？那你知道我最近和谁有联系吗？比如说，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之类的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你会跟谁联系啊？对啊，我会和谁联系啊？你谁都看不上，你会和谁联系啊？整天跟投资圈大佬混在一起，哪瞧得上咱们呀？哎，校长，哎，你们不能吧？人缘这么差，怎么混的呀？这么看来，还是凑10万块钱简单一些。袁思雅，校长找你。校长？嗯。什么？你让我当向导？什么向导？哎，思雅同学，有一位学长今天要回母校看一看，我呢想要你做他的向导，带他到新校区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不是，校长，你看我都已经毕业了，哎，思雅同学啊，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我绝对会让你失望啊！那个，我恐怕……好，我就喜欢像你这样爽快的孩子。哎呀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走，学长已经在门口等你了。哎，不，校长。思雅这边。你好啊，小学妹，又见面了。是你啊！哎，思雅同学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学长，我还要开个会，先走了，回去。哎，校长。学妹，今天准备先带我去逛哪个校区啊？走吧。哎，干嘛？阴魂不散啊你！我也觉得奇怪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参观学校？是不是你故意让校长安排你来做我的向导？我警告你啊，我可是练过的。如果你对人生还有留恋，就请你离我远一点。你一个女孩子就不能温柔贤淑一点吗？哼！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跟你道歉行了吧？切，道歉有用，要警察干嘛啦？你以为你是山菜吗？你不接受我的道歉也没有关系，
但如果你今天招待不周的话，校长那里算你狠。我这就带学长您好好逛一逛。那就有劳学妹。请。你看那个大风车，那个大风车，来我们学校有好几百年啦。刚从荷兰运过来的时候，它转不动，所以呢，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转不动大风车。好一个转不动大风车，谁给起的名字？我呀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树叫真烦人树，还有这个花叫真讨厌花，这条路啊叫贼膈。说你膈应，你还真膈应啊！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学校有名的许愿桥。听说有一对学姐学长在这里相知相识，并且相爱。就在上一个月，他们结束了5年的爱情长跑，结婚了。结婚的地点呢，就在这座桥上。这事儿啊，还上了新闻。真好。你是傻子吗？我编出来骗你的你也信？所谓择一城终老，携人白首。要是能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，一辈子也算是无憾了。其实认真起来的样子还挺帅的嘛。哎呀，单眼皮还能这么有味道的？你看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就是在感慨啊。现在的流氓都这么有文化的吗？会吟诗了呢。说谁是流氓啊？其实哪有那么多两情相悦便白头偕老的故事啊？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。我为那天的事情再次向你道歉。拒绝道歉。那你说要我怎样做你才肯原谅我？原谅你？这辈子都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了你吗？难道说那是你的初吻？哼，想什么呢？哎，你这个人真的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哎！快告诉我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是不是你老公？被我猜中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搞不懂啊，为什么他亲你就可以，我亲你就不行呢？是你自己跟我说你们俩感情并不好的呀。这跟介绍学校有什么关系啊？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。那你说我们俩之间算什么？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，难道还比不上那个糟老头吗？你看完了吧？看完我先走啦。好。对呀，我跟自己较什么劲？就这样，为了顺利解约，我只好拜托修哲哥在他的餐厅里打工。这个就是袁思雅，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下？小袁，啊，那边有客人吐了，快点打扫。好，马上。温总啊，这次的合作多亏了你，让我多赚不少。咱们今天不醉不归。来，愣着干嘛？赶快给我打扫干净啊！快一点儿，马上。老板，要不要我安排过来？方总。啊，你们先上去，我马上就到。方总，请坐。客人您好，您叫我啊？愣着干嘛？过去点菜啊！不好意思啊。有什么推荐的，看着来吧。
装不认识我？好，把你们老板叫来。我老板让你去赶紧去。裴总好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？刚才那个服务员多少钱一个月工资啊？我这里员工的工资恐怕不方便跟您透露吧。我又不是向你打听商业机密，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位员工的工资。这个忙老板不会不帮吧？5000底薪。这么多？5000很多吗？再加上提成，或者再多打份工，10万不是一会儿功夫的事吗？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辞掉他。他在我这里工作非常认真，而且也没有犯任何错误。我想，我没法辞掉他。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赶紧把他叫过来陪陪我们老板就好了。哎，没事了，老板，没事了，搞定。您好，在这站着干嘛呀？坐呀，赶紧把我们温总陪好。哎，你这人怎么？你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先下去了。站住！你服务好了吗？你就走？让你走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？不用，不用为我服务，把我们这位温总服务好就行了。今天啊，是我们2家庆功的日子，别扫了我们的兴。方总，我陪您喝，你先出去吧，这里没你事了。哎，停！一杯酒是多难为你了，你是故意让我在温总面前下不了台啊？哎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没事，方总，我陪你喝，我陪你喝。你干嘛拉我呀？刚才还装不认识我呢。餐厅鱼龙混杂，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。把工作辞了。我要工作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解约。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吗？别在这儿干了。不在这儿干，在哪干？你来我公司，工资翻倍。真没时间跟你玩。陪我玩？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我是为你好吗？刚才的情况要是换别桌的客人怎么办？你确定他能欺负得了我吗？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哎，别再拉我了。哟，小杨，您回来。怎么了这是？哟，妈呀！Good afternoon, sir。他最近有没有提过我？你说你们小年轻谈恋爱是真的秀啊！啊，您在我这儿问他，他呢又在我这儿问您啊。一会儿什么啊？温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啊，一会儿又问我那个师傅也不理我。妈呀，这不都是您吗？角色扮演 cosplay 啊！哎，我这演技我真快演不下去了啊！哦，对了，刚才小袁回来呀，好像不太高兴，要不您慰问慰问？有，这不您那黑卡吗？您这慰问也太有诚意了吧！把这卡给他，告诉他这是他私有财产，解不解除婚约都是他的，每个月会有一笔进账，让他别去打工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们这好好的，你们瞎闹什么呀？啊！哎，这哎，我这招不好使吗？嗨！小袁，小袁，等会儿，还欺负我呢！哼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！哼，小袁姐，干嘛？啊，那个，
晋臣给您准备了保护费吧？不是，这是那个私有财产。您明儿个就不用去上班了。他不让我出去赚钱吗？干嘛还给我钱？不对啊，他怎么知道我在打工？我也不知道这事儿。这还杀人呢！你这。经理啊，那我就先回去啦，拜拜。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是不是你告诉温敬晨说我在外面打工的事啊？麻烦你转告他，我有手有脚，不需要他来可怜我，不就10万块吗？我就不信我赚不到。哎，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？我明白的很，这是我和他的事情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们俩现在身份吧，挺尴尬的，以后还是不要再见了。我是你师傅，你是我徒弟，我帮你安排一下工作有问题吗？你安排？你的工作还是我未婚夫安排的呢。行，他是厉害，但是你也别小看我，只要我打一声招呼，整个文达市没有人敢雇佣你信吗？66666，厉害！你是这个，惹不起。我好歹是个总裁，不要面子的吗？喂，你还要去哪儿？不要动手动脚的，注意你的身份。月月，小哲哥，月月，他为什么叫你月月？我小名叫月月，跟我亲近的人都叫我月月，怎么了？哎，好啊，你居然有2副面孔，666厉害，你啊才是这个。闭嘴，小哲哥。我正好有事找你。啊，那我们去别的地方讲吧。我们一会儿吃什么呀？这家还是那家？哪家？都行。亲近的人。抱歉，刚才一时情急叫了你真名。没事儿，随便吧。对了，我姐有消息了吗？松鼠哥已经查到思雅在上个月曾经买了一张去新加坡的机票，不过后来又取消了。买了张机票？难道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啊？现在能确定的是他的人身安全没问题，至于其他的还在调查中。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都这么久了，你说他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们啊？难道说他根本就不想嫁给温家，所以才逃婚的？既然他好好的，那我还在这儿演什么啊？我要做回我自己。月月，只要你有困难，记得随时找我。谢谢你啊，小哲哥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月月现在怎么样了？想他有什么用？不如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未来。是啊，那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？思雅，你相信我吗？好，那我答应你，等我彻底扳倒他，我就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温家。我要跟温家所有人说，袁思雅这辈子只属于我温良爷，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老板，您身体不舒服就别硬撑着了，去医院看一下吧。
没事，开会吧。小姐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哎呦，你要是实在还生气，我让他当面过来给您赔个不是。哎呀，您别走好不好嘛？是这样的，温敬晨出差太久了，那我想我也不能落后啊，所以我决定我也要去出差了。出差？对啊，不是你要去哪儿出差呀？多久回来呀？哎，晋晨知不知道啊？干嘛要让他知道？不是，谁呀？这么晚了？哎，你等我回来，我再跟你聊啊。我先开门。哎，桂姨，待会儿你要帮我剪出差照，知道吧？行。哦，是你啊！你快跟我走，快跟我走！去哪儿？你的师傅现在病得很严重，现在送到医院里面，用到别扭不肯治疗，你要跟我去劝劝他。哎，这么大年纪了还闹别扭不肯治疗，我去了也没有用啊，我又不是医生，是吧？那个，难怪他会心寒，你怎么这么绝情呢？哎呀，你别瞎闹了，我这儿忙得很呢，我还要去出差呢，你说对不对啊，桂姨？是你师傅现在真的病得很严重，还一直念叨着你，难道你就真的这么狠心，任由他病死都不管吗？哼，病死有这么夸张吗？哎呀，你啊，真是最毒妇人心！哼！小袁，小袁姐，我看人家说的这个情况应该很紧急，我觉得你呀应该先去看一看啊。你看你是都市丽人，你又这么漂亮，人又善，你过去看一眼。我就知道他没白疼你。他疼我？你对“疼”这个词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？你们之间有误会啊？我跟他能有什么误会？我跟他又不熟。那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他最近一直郁郁寡欢的。本来我是说今天带他兜风解闷的，谁知道还没出公司他就倒下了。唉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问，哎，怎么走啦？你没事吧？为什么不吃药啊？我吃不吃药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不会又是装的吧？你装一个给我看看。离我远一点。疼！怎么这么烫啊？我去叫护士。人呢？不会又是你安排的吧？对，所以你现在立刻从这里离开，我一个人能照顾好自己。哇，你怎么真走啊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看我像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？不过话我可先跟你说清楚啊，我只是在还上一次你照顾我的人情，你可别想多啊。你确定你照顾过病人吗？切！哎，你在干嘛呀？
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会不会啊？全世界都不如你，你的关心，你的宠溺，让我有勇气告诉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想拆开巧克力盒子里藏的惊喜，要多少的运气和你相遇，是意外或者说是天意。烧了。和你走在一起，牵牵小衣，我假装欣赏风景，害羞看你的眼睛，想翻开大露白的谜底，未来剧情，等不及再憧憬甜蜜续集，也担心你笑我太心急。一点一点靠近，有种默契，我安心等你回应。干嘛？让幸福未完待续。想告诉你，心动的原因是你心底的秘密。这丫头还是关心我的，嘴硬心软。哎，醒醒！哎呀，怎么了？起这么早？不再睡一会儿？再睡，再睡我就死在你手里了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第一次照顾人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对不起有用的话，还要护士干嘛？这样吧，当做补偿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跟那个裴修哲到底什么关系？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月月这个称呼只有我可以叫。幼不幼稚啊？别以为生病了就可以回来。你没事吧？我去给你找护士。是爱情吗？让我无法自拔，爱上你。既然你帮了我一次，我也不想欠你人情。别乱来。你不是想攒钱解除婚约吗？我帮你啊。沉迷难色，你这样对得起修哲哥吗？妈啊，谢谢啊。修哲哥，既然我姐现在安全了，那我还是想先回川田市看一下我妈。你会回川田市的分店吗？怎么，怕回去之后找不到工作，想来我店里面送外卖？哎呀，别闹！我说真的，这人家不是想你回川田市罩着人家吗？你还需要人罩吗？我看你男朋友挺有实力的。他有实力，他就一打。他不是我男朋友。那你男朋友谁啊？我男朋友。等我姐的事情解决了，我再跟你说吧。行，你姐的事儿我一直盯着，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。对不起啊。是你啊。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啊？不太想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昨天晚上跟我睡了一晚，不好意思。你这个人，
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明明是我睡的你好吗？想什么呢？我是说，你昨天差点把我害死，你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啊？那我看你不也活蹦乱跳的吗？行行行，我不跟你计较，走吧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我早上答应的事现在已经安排好了，我说了，不会欠你人情的。不用，我又没照顾好你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先走了。你不想赚钱了？不想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年轻人要有梦想，不能被金钱蒙蔽了双眼。所以我现在要去追求我的梦想啦。你现在想的倒是挺开的。那是因为师傅教育的好。师傅再见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是觉得你是个人才，我们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。我人才？你们公司要倒闭了吧？你要跟我到什么时候？跟你到愿意去我们公司上班喽。我的天呐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喂，你就去看看呗，也许你去了以后就改变主意了呢。你不会真的要带我来这里上班吧？怎么样，你未婚夫的产业，不想进去看看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替他打工的。只是他会同意我来这里上班吗？你有这个权限吗？我可是这里的经理，把你这种小喽啰塞进来，只不过是动动小指头的事情。赚他的钱再还给他，他到底是怎么压榨你了？你要这么搞他？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哼，我怎么觉得你脑子有点不明白？好了，赶紧上车，请你吃饭，明天正式入职。倒是被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，真当我这么听话？哼！请我吃饭，在我家，你胆子也太肥了吧！一步错，步步错，就当破罐破摔了。不行，你不要命，我还要呢。拜托，我是真的饿了。拜托也没用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我可是为了给你找工作，一天都没吃饭了。他又不在家，我可是差一点死在你手里啊！好歹认识这么长时间，就当散伙饭吧。只是带别的男人回家，桂姨不会告我状吧？这边。桂姨，桂姨，你在这儿坐着，不许乱逛，不许说话，好好坐着啊！我去做饭，不许动。非得来我家吃饭，要是被发现了，都得死。赶紧想想怎么把他打发走吧。做点什么呢？这也太麻烦了吧！啊，专业泡面20年，是不是少点什么？看在我跟你相识一场，我就再给你加个蛋。要不再给你加个配菜，看看我对你多好。
我昨天的榨菜放哪儿了呢？榨菜，榨菜，榨菜呢？榨菜呢？搁这儿呢。吓死我了！你俩什么关系啊？我和他，进城之前可让我转告给你啊，他跟你真的没有真感情。如果你遇到好的人，他会祝福你的。哎，我觉得啊，那个师傅人又不错，你看长得帅，人又好，放在家里是块宝。男人见了都得思考，那女人见了只想不到。这样的极品，那要把握住机会。不是，桂姨啊，你可是服务了温家15年的金牌管家，你是说叛变就叛变了？不会是你爱上了我那个师傅吧？啊，怎么可？我有小萌呢。哎呀，桂姨，我是跟你一见如故嘛，我是真心的想让你好嘛，你真是。行，谢谢你啊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你就先回去休息着，今天的事情就当没看见。不是，回去吧，没事，你就快去，去，嘘。进晨，我和小圆说了，怎么样？那招管用吗？我翻遍言情小说，发现了一个规律：女主身边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助攻。助攻？哎，为男女主的情感推进而助攻。打今儿起，那我就是这个人设。哎，基本操作。开饭啦！来了！哎呦！小二姐，我来！哎呦，烫！哎呀，看这蛋窝的啊，充满了爱心。我下厨这么多年，都没做过这么有灵魂的东西。吃吧。所以我们两个的情谊就值一碗泡面，再加一碟榨菜，不能再多了。我不吃了。哎，你不饿是吧？那太好了，桂姨送客吧。你就这么想把我从你们家赶快轰走？你是不是怕被老男人看见啊？桂姨啊，昨天晚上我跟你们家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吃饭，吃饱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做饭，让你吃饱。给我吃饱饱，没吃完不准走，一口都不能少。哎，小二姐辛苦了。小劲儿，来，坐。我一直以为你只有跑得快，没想到做饭也挺快的嘛。哼，好吃，果然是全能啊。算你有品味。哎，你这做饭都是跟谁学的啊？我妈以前是开餐厅的，我耳濡目染也就学会了。所以你不想去公司上班，就是想自己当个厨子？还真是，我的梦想呢，就是开一家餐厅，民以食为天，这样我就有时间能够研究美食了，顺便还能喂饱自己。我看是把自己喂饱才是关键吧。哼。对了，你不是投资了很多公司吗？为什么不自己投一个餐厅呢？投那多没意思啊！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嘛。你的梦想怎么能交给别人呢？对吧，桂姨？说的也是。哎，那你呢？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跟你一样啊。敷衍。真的。每当我很忙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想，要是我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该有多好啊！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吗？那你就辞掉啊！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？这我可得好好跟你说一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人啊就活这么几十年，万一哪天你出个什么意外，得个什么病，要及时行乐，知道吧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我不是要咒你的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我是没有想到你的人生观
竟然跟我挺一致的嘛。是吗？那你想开一家什么样的餐厅啊？我想开一家很小很小，我想做什么菜，客人就只能吃什么菜的餐厅。你这个人就这么喜欢强迫别人？喂，你这道菜是放了多少辣椒啊？你尝尝，那个是我的拿手好菜，特别好吃。我还是不尝了吧。怎么了？瞧不起我的手艺啊？小姐，她可能是吃不了太辣。你吃不了辣的。谁说我吃不了辣的呀？我就喜欢吃辣椒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一点都不辣。赶紧去盛饭啊！别以为是客人就能饭来张口。我去拿。我自己热。喂，老板，有件事要跟你汇报一下。说，发现夫人订了一张高铁票，她要去哪儿？川田市。哎，你怎么盛个饭盛这么久啊？不会是我让你盛个饭，你不高兴了吧？难道你打不开电饭锅呀？你不会吧？你连电饭锅都打不开呀？我帮你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给你拿勺盛饭啊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师傅啊，你可以允许我去盛个饭吗？去吧。对了，晚上有个烟火表演，一起去啊？不了，我晚上有事儿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，小二姐？我在网上订的高铁票莫名其妙被取消了。小二姐，就这点小事对她来说不叫事儿。他怎么这么无聊啊？他不是说会祝福我了吗？为什么还不让我走啊？这个钱，你钱都没还呢，他怎么能让你走啊？他不是连卡都给我了吗？你不是很有骨气，要自己。你能不能不说话？这个辣子鸡丁可能有点辣，肚子突然……你们先聊着啊，我这憋不住了。照我说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咱们俩在他的公司把他的钱挣了，然后就赶紧离开啊。这你就不懂了。你说我要真去他手底下工作，他要是被我的美貌给吸引了怎么办？他要是对我动真感情了怎么办呀？你对自己还真是够自信的。我是怕他对我使绊。你说他这么一个阴晴不定、捉摸不透的人，万一一个不小心又毁约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呀？哎，你想太多了。温氏那么大一个公司，你以为谁进公司都得跟他报备啊？再说了，他也不经常来公司。看来搞不定这件事，我真的就走不了了。你别想那么多了，这是你目前为止最快的解约办法。
温总这是被降职了？下云了啥？干活去。先帮没你事儿了，你先走吧。哦。温总好。一会儿上去啊，什么也别问，什么也别说，提你自己的要求就行。我已经安排好了。经理权限这么大，别的地方我不敢说，人事部嘛，我还是横着走的。6666666，你是这个？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好好干，让大家看看你这个天才少女到底有多厉害。好的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满足他的所有要求。哎，好嘞，再见。是张经理吗？对，张经理好，我的名字叫……袁思雅，对，我今天是来应聘经理助理啊，等了你好久了，合同都准备好了，来，在这个上面签个字，然后待会儿出去经过前台右拐上楼梯就是经理办公室。您误会了啊，我应聘的好像是前台。这样啊？那你会打字吗？会。会做 PPT 吗？会。会做会议记录吗？会。一点。那不就完了吗？这么好的人才，让你去做前台，那不是屈才了吗？你看，我们经理助理的岗位啊，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来来来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把笔拿着，哎，在这儿签个字啊。不行啊，我这个经验还不行，我还是先从前台做起吧。这经理助理的工资啊，可比前台高多了。没关系，一步一步来吧，这样别人也不会觉得我是走后门。你看看，我就说嘛，谁呀？没想到这小姑娘有这么高的觉悟，后生可畏啊。那行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就答应你吧。谢谢经理。那个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？当讲，当讲，有什么话尽管讲。就是我的工资可以日减吗？没问题，别说是日减，如果你当天的绩效成绩满分的话，还有额外的奖金呢。太好了，谢谢经理啊！哎，不客气。那你稍等一下，我换一份。好，谢谢啊。不是说现在大环境不景气吗？工作这么好找的呀？搞定了，谢谢你。文总，他人呢？他去前台了。我不是让你给他安排一个经理助理的工作吗？我这不是都是照着您的意思办的吗？您是说让我满足他的一切要求。笨蛋！我做错了吗？没有啊。
是放这儿吗？是的。好了。哇，你好厉害！你是新来的吗？对啊，我今天来的。个子这么小，力气这么大，来给你喝水。以后这种重活啊，交给我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啊，没问题。张经理好。好。小袁同学，哎，张经理，来，这是你今天的工资，一共是300块，另外加班1个小时还有100的奖金，都在这里边啊。谢谢啊。啊，对了，周末如果你愿意过来上全班的话呢，工资和奖金还要翻倍。你看，还麻烦你送一趟，下次我自己过去就行了。你看你这小姑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以后把我当自己人，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了。好嘞，好嘞。行了，你先忙。拜拜，经理。拜拜。不都说大公司的人勾心斗角的，看来大家都充满了善意呢。大气呀！一看师傅就有话语权，果然没骗我。我下班了，为了感谢你的帮助，我决定用今天的工资请你吃饭。会挑时间，一般这个时候我很忙的，不过今天刚好有空。文君，去帮我把另一套西装拿来。您是要去见客户吗？可是今晚上没安排啊。我让你去拿就去拿。哦。哎，等一下。你看，我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无可挑剔。快去，快去。您好，我是隔壁大学金融系1年级的新生，我叫严思雅。我想找你谈个合作。什么合作？是这样的，我和我的同学们正在组织做一个网红经纪公司，目前已经是超过100人的规模。我们有不少的作品在上面已经超过了数10万的点赞。你好。啊，你说。这是调取的监控内容。上个月28号，这位袁小姐确实出现在了文达市。这男的是谁？没有查到。唉，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，都半个小时了还不下来。喂，小哲哥。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我好难受，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？为什么？我就是一废物。你先别说话了，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现在去找你。哦，师傅，开车。小哲哥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啊？思雅，你总算来了。你喝多了，我是月月，我送你回去啊。是，我好傻呀，他怎么可能会来？哎，到底怎么了？没有，你来了正好，陪我喝一个。我先送你回去，你回去喝行不行啊？起来。好，我就在这里。这个去哪儿都坐公交的人，起来，居然舍得打车来酒吧找这个家伙。你快起来。回家喝。喝完还有什么节目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了要请我吃饭吗？
我没说不请，只是改天好不好？是啊，我不准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吃饭。别动手动脚。小志哥，喂，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小志哥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人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霸道？我还可以更霸道。今天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放你鸽子。可是你能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下，他喝多了，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怎么办啊？他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当然很重要。如果你的朋友出事了，你会不管不顾吗？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讨厌的人，可是你下次做什么的时候，如果和我有关，能不能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你觉得你是对的，我也觉得我没错，我们两个这样是不能沟通的，将心比心嘛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们一起送修哲哥回家好不好？不好，谁跟他是好朋友？我就知道跟你讲道理没用。我让林文君送他回去。你去哪儿？我饿了，去吃饭行不行？那我也饿了。来干一杯。你要是这个啊，这看上去太不卫生了。走，我请你吃别的吧。别啊，这里福尔马林泡的鱿鱼特别好吃，还有地沟油做的酸辣粉，我一次能吃2碗呢。还有那个羊肉串，应该是死耗子肉做的吧，但是真的特别香。你也有怕的时候嘛，老板。哎，10串羊肉串，5串花菜。好嘞。再来2瓶酒。好，来了。为什么要喝酒啊？你都说了呀，这羊肉串是死耗子肉做的，喝点酒杀杀菌。怎么，怕你喝多了占我便宜？干杯！喂，你什么时候变成小女人了？这么羞怯啊？我不就很小女人吗？在你心里我是什么形象啊？偷车、撬锁、跳楼，我认识的人里没人能跑得过你，包括男生在内。你说你在我心里是什么形象？那狗急了他还跳墙呢，我这平常也不是这样啊。怎么，在你那修哲面前就变成小女人了，在我面前就变成运动健将了？运动健将怎么啦？瞧不起运动员是吗？小心分分钟叫你做人，没挨过运动员的揍吧你。林文君好像挨过，而且淤血了2周都没散。你是不是喜欢那个陪修哲呀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他到底哪里好啊？他哪儿都好，比如温柔体贴，长得帅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没他帅？哼！来，干嘛？好好看看啊，对比对比，我们两个谁更帅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怎么可以偷拍？你给我删了！删了！你先告诉我答案，答案满意了自然会删。我也不想把一个败者的照片放在我手机里。快说。你说，删了行吗？这就对了嘛，算你有眼光。可是人家身材比你好啊。你摸过？当然没有啦。你想摸？不想，你别想太多。我是说我的。对着空气说，以为你在哪？空荡的房间剩下很硌手吗，小袁姐？硌个鬼啊，软趴趴。开始下雨了，开始想你了，也就那样吧。某些情绪开始脆弱，才晓得曾经拥有过才会难过。